帝国的废物们。使徒潘多拉已就位。枪毙半小时！这里有神明的气息。你能把叮当送回神界吗？你也有车？也不是不行。天前，陈俊，我来找你了。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这就是修罗场吗？真可怕呀！这就对了，我们家阿俊真有福，姐姐会一直支持你的哟。收到指令，15天驱加入作战序列。